講埋先啦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好歡迎大家今晚嚟呢個聚會。咁啊有平安福音堂嘅，有喜樂福音堂嘅，同埋有其他眾教會嘅弟兄姊妹。咁啊想介紹下請平安福音堂嘅弟兄姊妹起立。有好多人做啊，有條主請坐啊。咁我哋請喜樂堂嘅弟兄姊妹俾我認識下。喜樂堂嘅都好多喺度請坐啊。咁啊請其他教會嘅弟兄姊妹起立俾我認識下。其他嘅教會弟兄姊妹都唔少請坐。咁我哋仲有啲空位喎聽晚後晚希望大家繼續邀請其他人嚟。如果唔夠坐咧，上面講台都可以坐，後面仲有啲凳咧可以加添嘅咁今晚咧，我哋介紹呢個聚會。記得咧，我好年輕咧就讀神學就已經係睇過天主教嗰啲書嘅問題，睇過一本好細本嘅。係講一個神父同個主教辯駁嘅見證。睇咗之後咧，好想揾翻呢本書仔嘅原著，因為嗰本書真係好薄嘅，想揾翻嗰個原著睇下。出天咧就有人介紹我睇啦，原來好厚嘅原著，我諗有呢本咁厚嘅原著，或者唔知呢本仲厚啲。我睇咗之後咧，好受感動。原來嗰個作者咧係加拿大一個神父。我睇咗之後咧，就有感動，將佢翻譯出嚟，就成為呢本《奇理灰神父傳》哇，好精彩好似小説咁睇，不過係真事㗎。我唔介紹呢本啦。當時對於天主教咧嘅想法咧，都仲唔係好得明白，但係我見到喺我哋嘅書室坊間好少關於天主教同基督教分別嘅書，所以我就寫成一本書仔，20幾年前寫㗎啦，基督教同天主教嘅分別。寫咗出嚟之後咧，好多人話好想知道更多，又話我哋呢本書咧唔夠料，都知道自己喺呢方面咧仲係好膚淺但係咧當時喺香港，我哋遇到一個好大嘅問題，唔係天主教嘅問題，係靈恩嘅問題。所以咧我就花好多時間去研究靈恩。我睇咗好多書，其中咧俾我好大嘅激勵嘅。Dave Hunt 佢寫嘅《Seduction of Christianity》同埋《Beyond Seduction》呢兩本書。後來咧，我就同司玉光弟兄講，司玉光弟兄咧就請台灣嘅人翻譯咗呢兩本書出嚟，叫做《偏差的超越》同埋《偏差的誘惑》咁。不過我又覺得嘥咗，台灣啲人翻譯得好差。其實嗰兩本書非常好，轟動整個美國，轟動世界。不過我就喺嗰兩本書裏邊抽咗好多料出嚟，就寫成靈恩運動全面研究呢本書啦。當我研究靈恩運動嘅時候咧，我初時以為咧靈恩運動咁講求聖靈係咪？點都唔會同天主教拉上關係啩？誰不知我完全跌晒眼鏡，靈恩運動竟然同天主教全面結合，成為呢個大合一運動，包括基督教嘅福音派、新神學派、靈恩派、天主教、東正教，都變成大合一運動。所以我喺呢本書10幾年前㗎啦。當時我寫呢個靈恩運動推動大合一運動嘅時候咧，
嗰個時候都唔係有好多人覺得緊張、覺得注意嘅，直至到1994年同埋1998年，基督教福音派20幾個世界著名嘅領袖同天主教簽咗嗰個叫做 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 1 and 2。簽咗嘅時候咧，哇！我裏邊嘅火就燒到好緊要咯，因為天主教同基督教好厲害嘅全面聯合。